好啦，我哋繼續咧有胡醫生。因為上一條片咧，我哋其實講緊呢一個睡眠質素、失眠或者係通宵做嘢點樣影響自己咧。其實呢一度咧，我哋繼續講啦嚇。咁然之後咧，大家要留意，我哋係講屙夜尿呢個緊要啊。好啦，咁我咧就代朋友問㗎嚇，代朋友問嘅。咁我朋友咧就好好瞓㗎嚇，好好瞓。不過佢唔知點解咧，譬如話10點瞓，佢個零鐘頭啊，日日都係嘅喎，個零鐘10點11點零鐘佢就要起身屙督尿，咁又瞓喎，但係一瞓又瞓得着嘅喎，又瞓過，咁啊瞓到4點零鐘第二督，又好好瞓，瞓到6點幾，咁呢個到底係好嘅睡眠啦、質素啊，即係夜尿呢件事係點樣影響到睡眠咧？老實講，嗱，當然即係好多人咧就會諗啊，有夜尿咧可能都係好正常㗎啦，因為去到某個年紀。咁啊，自然有夜尿啦，咁樣。咁啊，其實夜尿呢一樣現象咧，一般都反映咗咧背後有一啲嘅原因，而當中咧可能係揭示咗有一啲嚴重啲嘅睡眠嘅問題啊，咁樣係需要大家正視嘅。例如咧睡眠窒息症咁樣啊，咁啊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有個都幾特別嘅一個失眠嘅模式嘅，就係因為佢哋通常一笪落床即刻瞓覺㗎啦。3秒之內就瞓着，因為佢本身就真係好攰，所以搭落床就瞓着㗎啦。咁啊，好多人就覺得啊，我一好瞓啦，我一搭落床瞓着㗎啦，咁啊唔係失眠咯。但係唔係喎，原來咧佢夜晚咧就會好多夜尿，整醒咗。咁啊啲量都幾大嘅。有陣時我問啲病人咧，咁你覺得夜晚啲尿嘅量多啲，日頭多啲咧？咁啊分分鐘咧夜晚啲尿嘅量仲多過日頭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反映咗可能咧。夜晚係一個睡眠窒息症嘅病徵嚟嘅，因為咧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好攰啦，所以瞓得好好，但係咧一瞓着咧就呼吸唔暢順啦，會阻塞啦，咁啊造成壓力啦，因為好似叉住條頸瞓覺咁樣嘛，甚至咧有啲人咧嚴重嘅睡眠窒息症影響到有缺氧添，咁所以咧就會刺激到身體咧，俾咗身體裏邊嘅器官咧有個錯誤嘅信息咧，就以為啊原來老闆仲未瞓覺嘅喎，仲醒緊嘅喎咁樣。咁啊，因為壓力嘅原因啊等等咧，就會刺激咗個腎臟一路係咁做尿啊，所以咧夜晚瞓覺嘅小便量咧就同日頭完全係冇分別。因為一般嚟講，夜晚瞓得冧咧，個腎咧自己都會開始咧減慢個活動嘅，排尿量會少咗嚇。咁所以咧夜尿多，其實咧一個我哋比較常見又容易即係忽略嘅就係睡眠窒息症啦。嗱，咁當然啦，夜尿。有部分嘅人士可能係由於前列腺肥大，以致咧傍晚臨瞓之前咧未必好快清到個膀胱啦。咁但係咧，一般前列腺肥大咧，佢本身小便可能會比較慢啲啊，或者係唔係好暢順等等咧，都會話俾即係個病人聽就係啊呢個係前列腺嘅症狀。但係睡眠窒息症咧，小便就好暢順嘅，好大量嘅，亦都冇話唔暢順咁樣。咁所以呢個要留意咯。咁除此之外咧，咁亦都有啲慢性疾病嘅人士咧，即係可能係即係個腎臟機能開始冇咁好啦，以至夜晚咧就個腎臟唔能夠好有效咁樣將嗰啲小便咧啲水分咧濃縮留翻喺身體裏邊，以至咧小便嘅量都會比較多啲。咁所以咧，即係夜尿咧，其實咧背後都有唔同嘅原因。所以大家如果發覺，雖然話瞓得好，即係好快入睡，但係咧原來係受住小便多而影響到失眠，醒翻咧，其實呢個咧背後都需要有醫生咧去評估一下，睇睇有咩問題嘅。好啦，咁如果哇，我要即刻問，好緊張，唔係不過我朋友嘅，我要幫朋友問啫。你唔好笑啦，笑咩？我想問有冇得醫㗎？其實好多即係夜尿背後都有原因。所以咧，如果能夠對症下藥嘅話咧，咁嗰個症狀都會舒緩到咧，就會直接改善到嗰個睡眠嘅健康嘅。咁譬如頭先講啦，如果係前列腺肥大問題，咁啊有藥物，咁亦都當然係有手術嘅選擇啦。如果係發覺好似頭先我咁講嘅，好快就瞓着，但係夜晚成日都起身去夜尿嘅，甚至去到4、5點咧醒咗瞓唔翻嘅。又或者咧。問到枕邊人咧，其實枕邊人話係啊，其實我忍你好耐㗎啦，你啲鼻鼾聲嘈到我好難瞓得着，或者試過自己俾鼻鼾聲整醒自己咧，嗱咁啊快啲去做睡眠嘅測試，睇睇會唔會其實咧係睡眠嘅窒息症啦。
阿哥，你講緊你朋友啫嘛，係咪？啊係喎，我講緊我朋友，唉我使乜咁緊張咧？我唔係肉緊佢啫，好朋友嚟嘅，好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啦，向邊個方向去檢查？使唔使驗小豬血定驗下個腎機能啊？或者係去做啲睡眠測試啊？或者係做一啲即係泌尿嘅測試等等咧？咁其實揾個家庭醫生咁啊，可以幫你咧去計劃你邊一個方向去做檢查，咁就唔使成日咁即係受住小便嗰個問題困擾咯。我想問下啦，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喺做 DJ 嘅年代，後生仔啦，就做通宵節目。咁啊，個問題就出現啦，即係因為我唔係晚晚做啊嘛，通宵就係由2點鐘做朝頭早6點嘅喎。咁啊，一個禮拜做3晚，但係其他嗰4晚咧，我又正常瞓覺喎，但係我瞓唔到啦。即係咁樣從事咁，我知道即係當呢個世界好多從事夜班工作啊，即係交通啊、運輸啊，好多要做夜班。咁佢哋嗰個我哋呢個係咪算係個生理時鐘調亂晒咧？即係呢個等唔等同失眠啊？嗱，其實咧失眠咧，頭先我哋都會講過有好多原因啦。由於譬如日頭工作過勞啊，好多壓力咧帶咗去夜晚啊，又或者咧臨瞓好多時大家都有個 check 手機啊、check email 嘅習慣咧，咁即係其實個腦部都係好活躍嘅，以至咧我哋講咧就係話個車頭仲係好興咧，根本你入睡咧夾硬入睡嘅話咧，個質素都唔會好得去邊啊！咁當然亦都有一啲我哋講呢啲叫做睡眠衞生嘅習慣，就係好夜先瞓啊，搞到即係好夜，但係咧到6、7點天光啦，咁啊個太陽曬住咁嚟瞓咧，其實亦都瞓得唔好啊，咁樣漸漸咧嗰個睡眠嗰個規律咧就會受損。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係大家都會諗到就係如果返夜班或者經常去變即係嗰個返工時間，有啲返夜晚，有陣時又返朝頭早日頭咁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唔多唔少咧影響到我哋個睡眠個規律嗰個時鐘咧，係長期都係一個唔係好穩定嘅狀態啊。其實咁嘅情況咧，亦都會影響到咧，即係我哋身體各方面啦，譬如嗰個生理嘅機制啊、新陳代謝啊、免疫系統嘅機能啊，甚至腸道菌群等等，都有唔同程度嘅影響。所以返夜班或者做嘢工作唔定時，又或者本身養唔到一個穩定嘅睡眠習慣。其實咧對身體咧都係唔係太好嘅。好啦，咁啊知道咗好多唔好處啦，點算咧？即係有冇啲咩嗱？唔係當然唔係安眠藥啦嚇，即係當然唔係講安眠藥。有冇一啲 supplement 啊？有啲咩嘢可以幫助我哋係咯？即係瞓得好啲咧，或者幫到起碼幫啲腸胃啊？咁有咩方法？其實即係藥物只係喺改善睡眠裏邊其中一個。即係比較嚴重嘅時候先至採用嘅手段啦。喺日常嘅生活上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嘅。首先咧就係作息一定要定時啦。呢一句老生常談講好多次。咁其實真係身體係需要一個比較穩定嘅工作睡眠嘅時間，到咁上下就自然咧個瞓覺鐘響啦，咁就要瞓覺。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身體自己或者個腦部自己咧都會適當喺到時到後就自己會熄機啊。咁就咁樣嚟講咧，嗰個睡眠質素亦都會可以比較好啲，同埋深層睡眠會比較係規律一啲、穩定一啲咯。咁所以咧，另外一啲嘅考慮就係睡前嗰1-2個鐘頭咧，亦都需要真係考慮下自己嗰個做啲咩嘢啦嚇。譬如咧睇下書啊，睇啲比較係即係容易令到自己瞌眼瞓嘅、慢啲嘅、靜態少少嘅活動，或者聽啲好細聲、好柔和嘅音樂等等，都會幫助到自己可以係走入去睡眠嘅狀態啦。譬如一啲比較刺激性嘅一啲嘅刺激眼睛嘅活動啊，譬如即係睇熒光幕啊、手機啊、打機啊，呢啲一定唔會好快瞓得着。呢排咧，我知道有好多啲同學咧，因為有啲人可能喺外國翻嚟，所以咧佢係經過個電腦上網去上堂咧，因為時差嘅原因咧，上堂動足就上到12點啊、1點啊咁樣，咁都影響到咧佢哋睡眠唔好咧，就跟住引發一啲腸胃嘅症狀。呢排我都見好多咁所以呢個就無可避免啦。咁就即係冇辦法，就始終喺個入睡嗰方面會受啲影響。至於日頭，譬如有陣時大家都有機會飲啲咖啡啊、飲啲茶啊等等咧。咁我都會建議咧，盡量喺中午之後咧，
都會少飲咖啡啊、茶呢類有咖啡因嘅飲品，尤其係一啲嘅紅茶咧，本身咧佢呢啲嘅咖啡因咧，佢哋係比較長效一啲嘅，好多時都會直接咧影響到夜晚咧，就算俾佢瞓着咗咧，都係唔能夠深層睡眠咧，都會成日有夢啊咁樣。咁所以咧，如果真係喺中午之後飲茶，就可能要飲淡少少啦，盡量避免咧係突然之間就飲啲好濃嘅茶咧，咁嗰晚包保咧就瞓唔到啦。咁啊，另外一啲即係傍晚少少一啲嘅低密度、低量嘅運動，少少嘅咁樣嘅運動咧，譬如游水啊等等，都係能夠令到自己鬆弛啲嘅。咁呢啲其實咧都係好多日常生活咧係可以做得到比較規律，又係喺個健康嘅生活習慣裏邊咧都係必要嘅元素咧，其實都會幫到瞓覺。我喺呢度咧就希望大家咧就係自己能夠可以好安樂咁瞓啦，係嘛？即係唔好成日都好多夢啊，仲要記得好清楚啊咁。咁但係聽阿胡醫生講啦，即係唔好睇咁多手機啦，夜晚即係睇手機係最大嘅元兇嚟，我覺得。希望大家有一個健康嘅睡眠質素嚇。唔該晒胡醫生。